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伫咧新北市南口有一间货运公司，内底一个姓齐的查某司机，昨昏若像是甲内底一个查甫同事，伫咧工课上有纠纷，伊煞是举刀啊，甲这个查甫毒死。这个查某司机复审了后，目前新北地方法院是已经裁定羁押。 救护车甲警方来到物流公司营业所，因为有一位司机和同事举刀抬着伤。那个人在哪里？楼梯那一位。别人抬的查甫人是坐伫咧一台轿车的车头涂骹，抬人的查某是坐伫咧楼梯。他们在那边打，他有一个侧身，侧身从说奇怪后面都是血，我就看到那个人他手上拿刀，我跟他讲说，哎，你是要把他杀死？抬头看我一眼，他就继续。被抬的这个姓陈的司机送病了，救袂大。 因那台南的姓齐的女子当场逮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害你这么冲动？警方讲，姓齐的查某甲姓陈的查甫，两个拢是送货司机，之前就因为车的清洁甲工作的分配问题起冲突，正袂下。第一天，双方各起冤家，姓齐的女子举刀抬死姓陈的查甫人，而且排下还有另外一支刀，跟他早就传好要抬人。因为他们平常感情就不睦，那因为针对工作分配啊，以及这个。 使用车辆的问题哦，有一些纠纷，是否为预谋犯案的部分，我们现在还在厘清。警方伫事后甲姓齐的女子移送新北地检署，检方认定姓齐的女子涉嫌杀人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方法院昨半暝裁定羁押，验过无禁见。物流公司讲会配合调查，而且会协助家属处理丧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看，有一个网络红人先塔律师李义庭，伊伫社群平台有22万的买奖，现在拢会分享法律的知识。不过这一届伊煞是加入起一件诈骗案，伊去用指控讲涉嫌泄密，而且协助处理压榨钱。台北地检署昨昏去搜查约谈3个涉案的律师到案来说明。因那昨昏复审了后，李义庭是以70万交保，而且限制出境甲出海。 会去做诈骗的人，通常都是家里没有父母疼爱，也没什么钱，户头没什么钱，你要强制执行也执行不到的人。伫咧网络顶甲人讲，若互诈骗集团骗钱，被害人爱安怎维护家己的权益，甲钱摕来。网红先塔律师李义庭，伫社群平台有22万的粉丝，普通时伫网络分享法律的常识。验过这回，互人指控伫灵骨塔诈骗案涉嫌泄密甲协助销赃。请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检警伫最近查到一件诈骗集团，骗一寡时代的受害人，加倍申请契约，或者是有纳税金，累一笔诈骗金额超过上亿。顺线追查了后，发现3位涉案律师，敢若是将侦办的进度挂漏，抑个教被告安怎做。北检30兵分5路搜查，约谈3个人到案说明，结果移送北检复审。有帮诈骗集团做事吗？有没有什么要为自己说的？我只9六人有。 暗时复审了，检方有令李义庭7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4条的律师50万交保，同款限制出境出海。4出的律师10万交保。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防雷教练罗继贤牵涉强谍案，去互中国吸收去，伫咧台湾接触军事官兵发展组织。伊嘛伫咧侦查阶段就认罪。目前法院是照国安法定罪，一审改判10年6个月。 另外，去用吸收的，还佫有艺人郭书瑶因小弟郭碧婷，是红判3年10个月。涉入中国间谍争议的罗继贤，防指控去中国参详商业表演，受中国政治单位吸收，涉嫌伫台湾发展组织。台北地院3早按照国安法定罪行，一审判10年半。罗继贤呢是在台湾发展组织的主导者，位居重要核心的关键地位，更借以开拓军中人脉，发展对台情报工作组织。互对方收买伊已经自闭佮认罪，合议中认为讲，伊借真侪位现役退役的军人，因军中的人面收买现役军职，也有海巡人员，也吸收民间人士，累积有12人加入组织，个人交出军事文件。请问一下，对今天的这个判刑结果，防吸收的军人佮海巡分别是判4年4个月到6年等等的刑期。也若参与专案的，佮有艺人郭书瑶的小弟郭碧婷等人，承认有借口座收中国资金，毋过否认有协助扫军中的文件等等的代志，一审判3年10个月。
怎么会涉及国安法？靠贵必定伫交稿进前无得到回应。贵属业的经纪公司是讲，一切交由相关的单位处理，无记讲话。也那共款互指控收中国资金，伫台湾动员真正抗议的共和党主席周克奇、保险共享会常务理事潘振东等人，三早是依照反渗透法判1年到2年。对民进党的政策有意见，所以我们去抗议啊！但是呢，跟这个中共是扯不上关系的。什么中共资助我们只有1万块钱的，没有这回事啦。专案发生伫2022年9合1大选进前，周克奇等人伫世界民主运动大会现场造势抗议，否认就是受中国指使，不过以法院网讲会上诉。从高阶将领、中阶军官，现在到士官兵了，那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警惕的。他也可以从这士官兵了解部队的士气。尤其是抗敌意志，这也是目前中共最想知道的。专家分析讲，对谈判内黑警阻挡、军中内部的管控，还有反抗敌人意识，拢需要全面的强化甲提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日时的温度差不多是32度至35度，尤其是北部有的所在可能会到37度。也那中南部外山区，也有花莲、唱国、甲金门，嘛有可能会到36度以上。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有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雨。也若过到新竹以南，尤其是各地山区，较会落西北雨。今仔日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湘北、彰化是柑仔色的灯号，其他11个县市是黄色的灯号。因此民众若是出门，第一就要加啉挂，较袂着晒。台北市连续几夜天温度拢超过36度，今年热人头一届启动小影预警的机制。因若7月份至8月份，挖豆的迄卡刀，台北市740个路口的车辆灯会减21秒，要互骑奥多摆也有行路的民众唔免等红灯等遐尔久。日头赤炎炎，全台是小忽忽，30全台上高温是伫新北三甲的37.4度，彰化花坛是37.2度，台北的城仔也升到37.1度。因为台北市的这天气真热，有经济济。气温动不动飙到36度，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路口，红绿灯最久有200秒，暑假期间离峰时段直接减少50秒钟。台北市10月局处启动应变计划，目标是市民体感降2度，包含台北市9工处。考虑休热时路的车较少，设定全台北市740个路口7、8个期间，早时11点到下晡2点，车红灯等待时间是减少平均21秒。OK 啊，因为这等太久了。等太久会很热。它还有一个行人专用的。真的很热，因为天气比较热一点，如果说可以缩短的话，这样可能流量在安排上会比较好。环保局也出动野水车用回收水来钻路，尽量降温。另外，也有公园处绿地草埔压水。社会局督基老大人关怀服务，卫生局甲市场处加强大头集中场所食品安全宣导，降低高温所带来看袂到的危害。我们市府从105年开始，总共就有建立这个热浪预警的机制。那在去年一整年，我们总共启动了33次洒水的范围，包含了重要的干道，像忠孝东西路啊，那总共洒水的里程有2300多公里。根据卫福部统计，6月到29为止，全国已经有624人次因为热伤害就医，平均每天有20外人落到入病院。那市府用心来降温，民众也一定要小心热伤害，防止着山。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今嘛公布轿车查日纸的指引，建议车头前玻璃窗框的比率上无都要70%以上，头前车门的玻璃要40%以上。也若客停车后壁两边边仔的窗仔门，也有后斗的玻璃，嘛要40%以上。将隔热纸高温塑形了后，裁减适合寸尺，刷来个清洁车窗，开始施工打隔热纸。为了加强驾驶行车视野辨识甲操作安全，交通部公布汽车车窗甲挡风玻璃打隔热纸使用指引，以车辆比条做主要分别。一般车建议前挡打下当见光透过率70%以上，前侧窗40%以上的隔热纸，家庭车时后车窗甲后挡窗拢是40%以上的隔热纸，目前是参考建议。115年了后，新车会强制立管，也有罚则。它是一个这个宣导。也是增加国人对于这个粘贴隔热纸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建议那目前
大概规划就是明年那这个交通部还会再另行公告实施的时间点那会从这个新车开始来执行。公路局表示，为了协助民众确认结节纸符合建议，已经请结节纸业者将产品送检，符合标准产品会公布伫监理服务网业者表示，保证民众管是使用的大部分拢是40%左右的结节纸。新规定是为了增进交通安全，虽然还未强制实施，已经有人直接打70%的结节纸。一样的 CP 值，一样的价位，但是只是说你的隔热效果变成是最透的，所以就是会最差的那个阶级，就是会隔热效果会差一点。配合政府的美意啊，因为毕竟生命还是比隔热重要。现在他先推出一个指引那指引里面有说大家应该要怎么做，那这个时间就是民间可以准备的时间。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路检法规搁进一步，要毋过目前新制无追究以往无法规范旧车，也希望会当设置落地条款，一步一步推动结节纸透光全面提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人民册因为广告管理的缺失，无公开委托看广告的人，也有出钱的人的资讯，所以发展部认定是违反掠诈骗专法，而且情形严重，宣布改罚1500万。来看自由时报，根据2023年综合所得税申报的资料，全台湾上好业里是台北市上山区的中华里。平均的所得是526万6千块。也若原地连续5年拢摕头名的新竹市东区的关心里，平均是461万4千块，这一届是排第2。来看中国时报，美国暂缓扣对等关税7月初到9期，美国总统川普讲无打算搁要延长。即嘛有美国媒体报道，讲台湾甲印尼已经伫要甲美国达成协议，也若甲越南抑有韩国嘛有可能讲会成。政治消息来看，总统赖清德伫咧团结国家第3场的演讲，内底讲到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伊讲苏当时台湾无派人去参加，国民党是批评伊对历史无了解，民众党嘛讲伊对宪法的理解错误。也那总统府是回应讲，总统的意思是，迄当阵制定宪法的代表并无经过人民普选。总统赖清德团结国家实讲，2九第3讲讲到1946年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强调迄时阵台湾无派人参加制宪，引起强烈反弹。共党批评赖总统罔着历史事实，强调当年有18来自各行各业代表参加制宪。民进党主席黄国昌认为，赖总统对宪法有错误理解，甚至连绿营非常多的人士，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我们的总统怎么会错到这样子的程度？当一个总统可以没有宪法知识，但是你要有宪法常识。如果你连宪法常识都没有，你起码要学会用 Google 搜索吧。罗志强批评赖总统习惯的是一部电视斗争为大把变做功，不过立法环境，不管是55宪草甲制宪大会，台湾代表敢若是被指定被代表，不是台湾实际兵器。反对党批评阿北是一头起尾曲解赖总统的意思。那是经过陈仪钦点的台湾代表，台湾是被代表，而不是真正能够代表台湾的实质参与跟实质的民意。针对赖总统第3讲讲到，不是表决多数就赢的讲法，吴思瑶回应，民主运行基本关键是多数尊重少数服从多数。不过第这届立法院所看无，这一届立法院只看到多数行使的暴力表决，在每一次的表决之前，该讨论没有讨论。委员会中心主义被践踏。面对怎样批评，总统府回应，赖总统原意是指，当年制宪代表无经过台湾人民普选产生。台湾虽然有感谢选举产生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不过对宪法内容的决定无实际参加，一直到前后7摆修宪，台湾人民才用正做修宪的主体。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陆委会要求中国配偶提供失去原籍证明补件的申请，昨昏已经到期。不过到达要是有超过2000个中国配偶无甲政府联络。移民署强调讲，只要有愿意处理的态度，都袂注销因的户口。那陆委会嘛讲，目前是无按最后的期限。
中国配偶报告丧失原则证明，申请到6月30为止，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一日把公开统计数字，已经交证明文件有5534人，经过移民署同意估计，延期人已经有2572人，长期住伫海外还未回国人有1803人，还未甲政府联络人有2237人。基本上，目前为止还没有联系到的2000名的陆配的部分。只要他展现出这个他愿意去处理的意愿跟行动，那对于注销户籍这种重大的事件，我们不会尽予去做处理。我们目前是并没有设定一个这个最后的期限，确实还有一些真的是联络不到的人，那我们会透过地方政府、户政机关和警政机关，然后想办法把人找到。移民署也强调，这4年的中国配偶有可能是伫台湾无生囡仔，属于年岁较大、高脑弱势，或者是有自身落差。会尽一切力量，包含透过健保资料，或者是讲单位找找到了后，脑展现议员处理的态度，原则上都袂负直接注销户籍。那我觉得一开始政府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要先沟通、积极辅导的方式去做这个，而不是用这种强烈的手段。当然，这是我期待这些政府在做这些政策上面能够更关怀一下这些姐妹。中国配偶团体是建议，多借事关重大，移民署或者是陆委会处理相关事项，应该爱加一寡谨慎。希望未来政府推动相关政策，应该先甲民团沟通，找出适合的解决方式，用积极辅导的方式，毋是强硬手段，避免一开始自身落差，才袂互因心惊吓。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对咱台湾的威胁是一直拢无减弱。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认为讲，真侪国家拢有咧监控台海，和中国是真恶达成下水域的作战。另外，总统赖清德强调讲，7月份是国家团结月，希望透过汉光演习，向世界来展现咱台湾自我防卫决心。总统赖清德30主持纵观进前首届典礼，强调面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加敌情威胁会加紧国防改革脚步，建立有效捍卫国家主权、民主自由会当瓦靠战略。今年7月是我们的国家团结月，我希望透过汉光演习和城镇韧性演习的验证，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和能力。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加台海紧张情势，除了台湾继续强化国防力量，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分析，在多国无停止监控台海情况之下，中国真歹执行跨水域作战。We're talking about an adversary that has to cross an 80-mile wet gap that's being watched by an unblinking eye, multiple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again to deter them from that activity. 专家分析，包括美国、日本等国伫强军可能犯台的相关情报上，会甲台湾共享，将按中国可能攻台的调头，及时应用一定程度上达到吓阻强军的效果。透过比如说雷达或影像情报卫星啊，甚至所谓的外离岛的监听站哈，来监听哈地面上部队有没有集结。那其实取得这一点点的预警时间来讲，对我们国军的生存哦是会有所帮助的。因为全面防空演习7月15开始，陆续伫中部、南部、北部、东部甲离岛实施。内政部公布防空避难指引，说明避难位置的选择、防护姿势甲行动指引等3大面向。当防空警报响起，民众应该爱优先进入地下室，也是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若面对爆炸威胁，应该爱随拍落去，搁保护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针对500个人以上的避难所，中央有新的制度。为7月1开始，会甲出入口的通道，也有照明的设备，也有敢有积水等等的问题，正式列入去检查的项目。监管处讲，稽查了后会限期改善，若无改善，上重会罚30万。标定打着避难所的指示牌，要甲大家讲，若拄着紧急状况，要走去倒规避。不过，若是亲像安尼，避难空间甲逃生的出入通道拢互蹲物件，甚至规个避难所已经互改做餐酒馆的营业。万一若是真正爱用到，要叫民众如何是好？行政院最近针对全国18000多个防空避难所进行全面盘点，而且对7月1起有新的制度，将避难所的照明设备、出入口通道等等的问题，拢纳入公安检查项目。新制上路以后，那这
一块就是有增加防空避难室，它必须要列入那个公安申报。那公安申报的部分就是在于避难层出入口它必须要是畅通的，然后防空避难室不得有积水，还有就是它要有基本的一个照明设备。监管处表示，目前伫高雄避难所上侪违规也是囤物件，即摆新制上路，将避难所应该爱有的设备甲空间拢列入存在项目。监管处针对不同类型的建物，会分别有1年、2年、4年的固定巡检。另外，伫警察局当年也会去各分局抽查，针对建物的使用质照、面积等等做审核，若有需要，嘛会规动相关机关实地勘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检查权责，依据建筑法第77条规定。系属监管机关公务局权责，会基于市政一体原则，如有需要，警察局协助，本局仍会会同办理检查作为。受到国际情势影响，中央认为要强化避难所制度甲灾害应变，袂使临时临交才发现物件未堪利用。对此，监管处表示，除了定期稽查，民众若是发现避难所有违规状况，也会当开1999通报，因会随派人去了解。记者柯家祖、柯超勇、高雄场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伫咧美国的爱达荷州，在地山林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去拍火的时阵，煞是熊熊着枪，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警方认为讲，这是一件放火埋伏攻击的事件。落尾就有搁发现另外一具尸体，这个尸体有可能都是嫌犯。爱达荷州科特大郡会坎开尼迪山的东边，伫当地时间2号发生树林火灾，庆出高烟。消防人员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刷正做庆祝的受害者。现场传出庆声，造成2位消防人员不幸过往，各1个人受伤。We got the first call at 1:21, and we have reports that they were taking shots at about 2 o'clock. It appears that modern-day sporting rifles are being used. It appears that high-powered rifles are being used. No, we're taking rapid fire. 一开始无法度确定庆祝有几个人，联邦调查局甲附近县市300多位执法人员马上赶到现场追捕，派出日检用直升机来敲找，并且对民众发出就地避难的警报。到暗时7点半，警方透过手机信号追踪，发现一位有武器的男性遗体。对枪击射出去的矢甲武器的类型判断，伊就是唯一的枪手，危机结束。目前凶手甲被害者身份还未公布。警长陆瑞书表示，枪手好亲像是哪走哪开枪，可能伫无共所在拢有藏武器。按算伫山顶真侪所在会当找到证据，让那现场的火势继续拖。因为追捕枪手的行动一时停止救火的部署。20英亩的林地拢烧小气，30开始已经恢复全面救灾。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再来，咱来看流亡海外西藏一项代表性的人物达赖喇嘛。7月7日，伊就要90岁啊！张辉医生提早做生日，伊讲伊的继承人真有可能伫咧印度，而且拒绝北京任何人选。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阮寿的活动有几多千人参加，包括好莱坞的影星理查基尔，一共超过100位宗教领袖等国际人士。大家上关心的就是已经有600年历史，怎么已经延续到第14代达赖喇嘛化身转世制度，是不是还会继续落去？这个问题答案会伫7月初2公布。我得到路，过去哪里啊？达赖喇嘛讲，伊的继任者会是伫中国的境外出世，可能是伫咧印度，也希望伊的信徒拒绝北京所选出任何人。总团佛教徒认为，开悟的僧人会转世继承因的精神遗产。达赖喇嘛讲，伊这边的资讯，自亲的僧侣甲其他的人分享可能的线索。伫伊过身了，伊的继承人是查甫囡仔，也是查某囡仔，会伫倒位。是看到下边是可是突突的，那假设白条是的，地头呢也是叫好了是，当然那边他看到技术如可以，要个目前呢，在那个个中枢是类用过来。西藏流亡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迪康在这边强调，西藏特别的文化、宗教甲民族的传承，世界将会直接听到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中国若有机会就想要批评佢，而且佫想要制定新的规则甲条件，想要甲达赖喇嘛转世权力掌握伫咧因的手内，当作政治目的的工具。
北京当局捌伫咧今年3月讲，达赖喇嘛是政治流亡人士，根本无权利代表西藏的人民。若是达赖喇嘛承认西藏加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对讨论伊的未来就有开放的态度。因过西藏流亡政府表示拒绝。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超过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司法部今仔日宣布，有6个中国人、2个台湾人，甲1个美国公民，因涉嫌甲北韩资讯科技相关的人员斗相共，互因渗透100多间美国的公司，以资金来援助北韩。这金额至少是500万的美金，差不多是台票1亿4000万，互北韩会当投入武器的计划。然而，这9个人已经去互起诉。来看印度南部有一间化工厂发生大爆炸，造成至少14个人无命，真侪人受伤。这事故的原因目前要等咧调查。巴基斯坦灾难管理官员表示，从雨季开始以来，各地就大水河做大水，在短短几天内已经造成45个人死亡。国家气象局警告，7月初5进前落大雨甲做大水的风险犹原要真悬。镜头转来咱国内。伫咧新潮的5方乡的上平溪，遐是防列做是危险的水域，是禁止耍水的。不过，29有7个人去遐过船啊，有一个查甫人，伊的船煞是变去，规个人去互暗流拖去，找到伊时阵是已经不幸死亡。先把人放到船上绑好，然后往下游，因为这边都是开阔地形，上去都是急流。 38岁姓廖查某人，发现时已经失去喘气心跳，因为事故地点地势较危险，救援较无简单。消防分队也增加调派合力驾驶所啊进行搬运作业。控制方向就好了啊！救援过程现场也落大雨，救援人员由原专业病，最后总算将查某人甩到普通道路，交予警方甲家属处理。该名溺者为进入到急流区域后翻覆，尝试3次自救未果，而后人舟分离。 遭水下开口吸入，30分钟后，在下方300公尺后找到溺者。根据了解，38岁姓廖查甫人离岛甲其他6位朋友到新店5号乡上平溪去泉州活动，一家人为5号乡青蛇部落落水出发，有计要伫和平部落天线桥上岸，全程大约9公里。过程中，查某人捌3摆想要自救，也是互暗流吸去。救生的浮力很大，它一定要有外力，可能就是机动艇。 或是说有拿一个可以达到那个这个弱者的身上，然后让他攀住然后再给他拉出来。因为上平溪已经封地级，新德县内危险水域尤其活动禁止开设，专家呼吁民众进行水上活动一定要找合法合格水域。进行水上活动进前，也要向地方政府申请，万一发生事故，才会当紧急救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在屏东的小琉球，这几年游客是愈来愈多，嘛出现一寡问题。有游客就讲，因开3万5包船出海，不过这业者煞是搁接别人的单，搁想要跟2团甲做伙，而且这救生教练嘛，敢若1个人尔，而且3点钟的行程是1点半钟就结束。业者甲游客双方是超白平，落尾手是退互游客3000块，这场争议才结束。 教练拍拼白 SUP 上邦，煞拢无叮当。屏东小琉球离7日海风差，有台北旅行团开35000块包船3点钟出海，其中2个人被 SUP 刷互海流愈传愈远。教练已经出去快1个小时还不回来啊，他们还在远方啊。业者一直打电话来要求要订单这件事情，因为要重复接单，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船长也忘记要收钱，我们也忘记要给钱这件事。 林小姐指控，船顶20人只配1个教练，造成团员也爱落水救人，而且就船进前，业者也因为着好接单，要想要互因甲其他的散客并团。漂走的人救回来了后，教练因为无想要去救，要求团员卖落水，造成行程1点半钟就结束。他们逃避付所有的尾款，我后来就说那我就报案。 当天水龙卷起来，还要坚持下水玩，我们团长才跟他们说出事情，他怎么救，他都不救了啊！因为迄当时海边甚至已经出现水咖雷，游艇这人赶紧回港，因为业者反抗时，这个团临时改期，才会甲其他的团体强绑。林小姐是宣布撤意，就通知改期，双方个人讲个人的，最后以业者拍这3000了解这项争议，因为游客认为退费也都不合理。天气因素应该可以考量，但是如果只退3000，应该是要
用行程的比例去退。小琉球最近几年游客一直增加，特别是休热期间，水上活动受游客假期也安尼影响部分消费争议，也是安全顾虑。宾馆处也提醒业者一定要遵循相关安全规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4年前，中华的交友大楼发生火灾，出动时造成3个民众不幸过往，也有一个消防员单志鹏殉职。单志鹏的亲人争取会当采纪念碑，那即马即块永保平安的纪念碑是采伫咧彰化车头的大厅。众人伫纪念碑头前哀悼对4年前殉职的消防员单志鹏。2021年6月30日，中华交友大楼的防疫旅馆发生火烧，造成3位民众过身，1位消防员殉职的悲剧。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甲殉职消防员的家属，就来发起立纪念碑的活动，透过彰化市公所提供场地，甲这座永保平安的纪念碑采伫彰化火车头前。这个碑它可以立起来，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以家属的心境来说，我们会希望说未来这件事是可以就是避免的。但如果它能够一直不断的、慢慢的进步，那当然是最好的这样。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交友大楼是消防法4名3权入法，实际执行调查权的案件。调查报告明确点出，消防、建筑管理等相关的制度有欠点，是真有指标性的案件。即阵交友大楼已经拆掉，希望透过纪念碑，让众人会记哩这件火灾事故的教训。我们把碑文、把碑的意象，还有最重要的调查报告的本文，给立在了彰化火车站面前，让世人可以不断的记得这个真相。只有记得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去行动、去改变。消促会表示，为2014年到达，全台湾有46位消防员殉职，希望透过这个由民间发起的永保平安纪念碑，让政府单位会当真正重视公共安全甲消防权益，卖互消防改革只是咧画口号。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警方去年5月，伫南投中寮的山区掠到做毒品的工厂，当场查扣180公斤的毒品，阁有掠到3个嫌犯。因为这间工厂的土地是国有地，嘛查到非法甲这土地租予工厂的嫌犯，也阁有幕后的金主。警方将查甫人压制后来，阁连续掠2个人，因的身份是负责做毒品的嫌犯。南投地检署规个，你经济资料对吧？南投县刑大员警去年5月，伫中寮一个偏僻山区，查到一个贩毒集团掠3个制毒嫌犯，因讲是受集团请的，制作俗称“喵喵”的第3级毒品，当场查扣毒品成品甲半成品180公斤。于本辖中寮乡山区破获一处以制造第3级毒品“喵喵”毒品工厂，3名制毒师当场落网。警方也查出，这个工寮是由一个姓杨的金主向姓张的地主租的。今年3月成立，姓杨的金主率去5月掠非法租土地予制毒集团的姓张的地主，查扣税处契约书这证物。警方甲高山署人员去会勘，确定这工寮范围拢是国有土地，列为山坡地保育区，是农牧用地，依法免凊彩开发或者是营利。常年非法占用国有山坡保育地。私铺道路、搭建铁皮屋，并暗中出租给制毒集团牟利。县长的地主用每个月6000块介绍将国有土地私自说服犯罪集团牟利。虽然伊讲甲制毒集团无熟悉，暗过警方信后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刑法窃盗罪等罪，移送检方侦办。3个制毒的人甲姓杨金主目前已经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台湾的成年人有超过一半伤大箍，有愈来愈多人有代谢症候群的问题。即卖有兵团呼吁，有糖的饮料都要扣税，不过国健署讲暂时未考虑。请问甜度冰块呢？最近天气真热，不少人真爱啉冰凉的手摇地饮料透心凉。也毋过为着提升民众健康意识，未来可能会针对含糖饮料扣税。对此民众的看法真无同。某方面来讲不赞同，因为可能偶尔还是会想吃一些甜。我会选择无糖的。
因为它喝起来比较健康。增加这个糖税的话，那相对会增加到饮料的成本，那有可能就是售价端就会提高。那我们是觉得这样是不太合理。根据国健署资料显示，2024年成年人过重还是大考的比率已经达到50.8%，有1/3以上的成年人得到代谢症候群，造成糖尿病盛行率逐年增加。理解认为，除了基因遗传，也跟平常爱啉含糖饮料有关系。临床观察来看，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年轻化，其实很多的是运动不足、含糖饮料喝得多。台湾健康联盟是公布上新调查，有达到73%的民众支持政府比照英国、泰国、墨西哥等国，针对含糖饮料扣糖管还是糖税，阻止含糖饮料过度消费。我们调查中支持糖捐的比例略高于糖税，但两者都支持的比例也不相上下。所以我们认为重点应该是回归健康。目前是没有考虑要推动这个相关的税捐，在推动这个无糖饮料的这个免货物税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一起配合。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无论是无糖减税，还是含糖加价，拢会当伫政治讨论，将税收到伫健保资源还是健康教育中。国健署是回应强调，暂时无考虑糖管还是糖税，也毋过会配合废补税条例修正，互无加糖的饮料免考废补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动保团体公布，猪仔伫咧拍卖过程当中，那像有去用虐待的影片。动保团体即嘛抗议讲，希望会当废除遮尔残忍活体拍卖制度。今年台湾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证，已经毋是3种传统制疫情国家。不过，台湾的肉品市场有关是活体拍卖制度。有民团指出，这猪仔要抬进前在拍卖的时受到残忍的虐待，即嘛违反动保法。兵团嘛公布2024年至2025年的调查影片。每只猪都遭火花事件的电击棒电击，在成为人们的食物前，要经历惨无人道的暴力折磨。兵团指出，今年大约有600万只猪要送到拍卖市场，毋但对南部运到北部的过程，特不是对高速公路摔落来，造成运输风险，嘛增加碳排放。这兵团出面呼吁农业部要积极提出转型政策，重视经济动物的对待方式。从半夜屠宰到凌晨送到肉摊，卖到中午12点，这件事情可以不用有冰柜哦。我们是这样子在卖肉的，其实我们让整个台湾人民冒了一个很严重的食品安全的风险。根据联合国资料，全球有8到10% 的碳排就是来自于这种生产跟运输。如果连这样一个落后、残酷又高碳的制度都不敢淘汰，那我们要怎么样说服人民要相信这永续政策可以实现呢？兵团呼吁农业部赶紧对着国际现代化导体评级的教育制度下步，互猪仔通对低调就近送到附近的屠宰场，避免长途运输，安尼嘛通减少碳排放，也会使降低食安抑个防疫的风险。兵团嘛甲定情书交予农业部。这个我们大家的陈情我们都有听到了，我们会到回去处理，然后审慎来研议，我们会妥善给个回应。针对民团提出的意见甲呼吁，农业部并无加做说明，敢若表示会早登去部会内底研究。另外，民团嘛呼吁民众加入联署，共同支持废除活体拍卖制度，推动肉品交易的现代化。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台铁进前宣布，年底进前夜间的补贴会为120块调整到160块。台铁产业工会认为讲，这比高铁的480块是差要4倍，希望会当提悬到400块以上。甲车贴交予台铁，希望新就任的董事长陈公远会当出面向员工对话。顶日啦，台铁董事长伫咧立法院表示，会伫年底进前调整台铁夜间津贴，对每磅120块提悬到160块。不过，这款调整互员工感觉无法度接受，因为高铁的夜间津贴就480块，差伤济。高铁跟4大捷运业的这个公司的夜班津贴都是这个450元以上，甚至到600块都有。所以这个郑董事长提出来要从120元一班提升到160元一班的这个方向，其实是远远低于行情的。台铁产业工会也指出，台铁基层员工即马平均的薪水干那36000块，和中华邮政港务公司这寡国营事业比起来，差要1万块。物价愈来愈贵，税厝就是开销拢真大，生活拍袂过，因也诉求台铁最近票价有起价，员工的薪水嘛应该爱起才对。我一个月必须要省吃俭用才能够存得下钱，对啊，那这不包含如果将来还有小孩子的部分，那就更不用讲了。然后我目前是
都不敢买车。台铁表示，针对薪水的问题，已经有和台铁的企业工会达成初步的共识。不过，产业工会提起，其实台铁是有2个工会，呼吁台铁除了和企业工会沟通以外，也应该爱和产业工会对话。产业工会认为，公司两边的声音拢应该爱听，唔通干那找一边讲，就对外讲有共识。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在新竹的18尖山有一尊100年历史、100公斤重的石观音，煞拍无起。因为这新尊是也无登录做文化资产，所以并无负责的单位。今嘛当地机关要求市府多爱重视。18尖山是不少新竹市民加入运动的好所在，伫遐有保存对日本时代敬奉的33尊石头佛像，尾仔因为开发造成部分无去，剩24尊。想袂到最近却有人发现讲，其中一尊观音妈竟然也无去啊！民众也曾经向市府通报，得到的回应是未登录文化资产，也没有相关单位直接负责。新竹市文化局在对这些石观音呢进行补登录文化资产的程序，也要建立一套机制、巡查的机制，以及后续的管理维护的责任。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它的文资声温也许不像那个新竹州土今年100年，那它因为没有声温地位，所以好像就因为这样子不被重视，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因为被偷。我们就让市民朋友一起来论述，知道这个18尖山的这些它的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新竹市文化局指出，目前已经要求18尖山管理单位加强巡逻，另外后续也会照文资法找文资委员去现场会勘，厘清石头观音的文化价值。后续呢也会依照文资法的相关规定，经过相关程序确认他们是否能够指定为我们新竹市的一般古物。那也呼吁市民呢能够共同来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议员认为，无论石头观音未来敢有认定出文化价值，相关单位拢应该爱加强管理，嘛呼吁市民做伙来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最近有民众发现，屏东的2个公园内底鸭甲鹅的数量愈来愈多，环境嘛变甲真垃圾，甚至有人会来甲因饲。今嘛，县府决定7月初10，若要是无人会，就会来管制数量。一月过的日热欢迎，有的是伫水池边咧散步，水池边的草地全拢是鸭鹅，真有自然生态风景的感觉。不过最近就有民众通报，讲屏东市的复兴公园甲万年公园，因为有人固定咧饲鸭鹅，甲各类菜叶乌白等伫涂骹。鸭鹅的数量伤济，拢四界放屎，互公园的环境愈来愈垃圾，影响到其他民众使用的权利。但是我毋捌看过因掠等于落啦，就拢逐工就拢有人来饲啊。你敢有感觉安尼愈来愈济安尼？对啊，本来就愈来愈济啊。关键是盖好啦，毋过你要叫自然生态，对不对？你也饲到这几只咧吼。民众看法无相同，复兴公园甲万年公园大约是伫3年前重新启用，当时为着要互公园成做一个生态循环，才放养一寡野生鸭鹅。这几年，煞有民众开始放凊饭、菜叶仔互鸭鹅食，甚至是厝内无位通好饲，就甲动物放伫公园饲，造成公园的鸭鹅一直生碳，落尾数量无法度控制。统计起来应该是150到160只之间呐。那原本的话，就我们在从其他单位接手过来的时候，应该是至少不到100，甚至可能低于50只。所以目前乍听之下，应该是多了2到3倍。呼吁各位县民朋友共同来维护我们好的公园品质不要以身试法。县府公务处表示，这个鸭仔、土鹅有超过一半是民众放生的，这几年开始影响到公园的环境。县府20伫公园内电火条已经打出公告，若是有人放养，就赶紧掠回去。7月初10以后，就会开始掠来减量。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来看咱台湾的作家陈雷，伊伫咧加拿大时间6月27日食，食到86岁。虽然伊长期是咧外国，不过伊的作品是影响真侪人，对台语文的运动有真大贡献。为文学技术来讲，第一需要母语文学，才会当写了真水快。第二，咱爱有台湾文化、台湾语言的主体
性伫真内面。啊，第三，你写的都是台湾人的人情世故。台湾作家陈雷认为，台湾文学的理想条件要有这3项，这是伊伫2023年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发表的看法。陈雷自1980年代就开始台湾创作，伊写的《永远的故乡》《乡树宝记》等等，嘛拢是台语文学史、台语小说重要的经典。最近发起台语文教育基金会特别颁发终身贡献奖给陈雷，感谢伊一生为台语文学的打拼。陈雷伫加拿大时间6月27过身，食到86岁。伊会使讲，就是咱台湾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啦。当然，伊嘛是会去探讨着台湾人伊的核心的价值、伊的文化的价值观，免啊建立家己一个文化的一个主体性。陈雷的本名是吴景如，祖籍是台南麻豆。伊自1973年伫加拿大开业做医生，虽然长期伫外国，毋过伊特别教用乡里故事、民间奇闻结合政治和社会事件来陪伴政府，嘛实践以并不足观点来重新建构台湾史观的文学题材。为着要推广台语，1991年陈雷嘛参与共同发起台湾通信，栽培真侪重要的台语文作家，刊物嘛对台语文运动有真大贡献。伊即个刊物伫个即个加州美国加州来 LA 来创刊，所以第二档就是感觉讲需要伫个台湾来推动是搁较要紧，所以就甲咱即边前卫出版社搁落尾有即个几个友志，就是做即个台湾通信、台湾总联络处的工作。陈雷一生投入台湾创作要40年，嘛累积侪作品。民团表示，为着要纪念陈雷这位重要的台湾文学作家，打算要伫今年11月举办陈雷台湾文学展，也有对书会。记者卢정如、郑准佑台北报道。即马有的长照人员较少会，较袂晓讲台语，所以即马台南因办台语训练的课程，希望会当提升照顾时代服务的品质。时代在咧做金马拉甲手尾拉的测验，佮加考一寡数要测验第二记忆能力，这是要申请社会局长照补助甲服务的必要程序。会由照顾管理专员实际基础来评估时代身体状况、参家庭照顾等，综合判断要用什么项目的长照服务。过程中，照专人员用台语咧沟通，毋过要像这个少年人讲甲遮断定，实在无几个。时代认为用母语做评估，加甲听有。你又袂来拢还拢开讲啦，服务介好啊。大部分讲的嘛是拢台语，有拄过讲你若是去讲国语的，伊就无爱接受你的评估啊。所以阮尽量啦，拢是用台语来甲因讲话安尼。社会局讲，因即摆服务的对象8、9成拢是讲台语的时代，长照照专就是第一线评估的重要角色。即阵咧做这平均年龄伫30至35，普遍较少年。实务上常常拄着咧讲专业词拢会较顿定。社会局惊影响评估的准确度，为着强化因的台语能力，邀请台语老师来办精灵课程，来提升长照专业的素养，嘛通有竞参时代距离。一般的生活台语，伊是还阁会使，较专业的。就是要问讲，你即马生活上有啥物困难无？有啥物欠点无？即个忧郁症、躁郁症，阁有你是毋是会梦想？是毋是有幻觉？即个物件其实若讲，遮个少年家因着台语比较表达能力较歹。基本台语的听说的能力，不仅能够提升服务的亲切感以及沟通的效率，也是尊重在地文化与长辈的一个权利。社会局头摆办台语训练课程，160个人员分配来受训。社会局讲，这是真好鼓励教专人员开喙讲母语的方式，嘛甲失去的台语词搁捡倒转来讲，伊嘛按算效果袂歹，后续会继续举办。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家己的台语家庭甲民间的基金会合作办台语写大字的课程，希望让台语的运用会当更较多元。讲这一个人如果很有趣味，咱讲这人做修行，咱等下要写的是唔是宣纸哦，是零啊布。教大字的老师伫欧邦来示范伊的写法，为了要增加台语的学习。家己关台语家庭的培育计划，就伫社区开办的艺术课程，请老师用台语文来上课，教大家来写台文字的大字。透过这个写大字的过程你会当熟悉足济用文言来读的迄款台语安尼你咱对台语的了解才会全面。唐诗三百首，写宋词当然，迄已经足济人写的，而且毋是毋好，只是讲。
有当啊伊离咱上远啊，咱写台语的台语文，伊毋若干那文字尔，伊阁有一种教咱做人做事的道理伫内底。中正大学台文所就表示，台语是一种知识的体系，伫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思虑的人脉甲口语的表达，嘛应该爱有人文的素养。透过艺术课程甲台语的结合，互台语有更较侪学习内容。大家来研究咱台语的文化，互咱台语更普遍，更较迄种平常化呢。希望会当学一寡台语的字啊、话啊。中部客城文化艺术基金会表示，配合台语家庭的计划，还有油菜水墨的台语课程，希望会当伫艺术文化的推广当中，增加台语多元的运用甲学习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即马欧洲各地拄长小影，天气是热甲。葡萄牙东南部气温是称甲摄氏46.6度，创下6月份的新高。也若即礼拜要举行的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开幕即一天温度是32.2度，嘛是创下上悬的纪录。日头这么炎，每一个球迷拢有家己防日头拍的步数。有人抓雨伞抓日头，有人摕手机电风吹，也有真侪人是一直啉水。2025年温布顿网球锦标赛6月30开始，开幕日即天温度摄氏32.2度，超过2001年的29.3度创纪录。One, I have this on, and second, I'm just going to hydrate a lot and just like try to be in the shade as much as possible. 温网也启动冠军规则，温度若超过30.1度的时阵，球员会当休10分钟。欧洲这边的热天气，意大利卫生部对21个城市发冠温的红色预警，这礼拜将会出现超过40度的冠军。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首府温度计显示45度，是西班牙史上上热的6月。葡萄牙东南部的城镇莫拉29月冠军是称到46.6度，创6月新冠纪录。游客拢讲实在挡袂牢。Generally trying to stay away from the heat in the mid of the day. Yeah, trying to find I don't know cafes or malls, etc. Something like that. 研究极端气候加气候变迁的世界气候基金组织的科学家讲，今年6月欧洲出现的热天气比工业化进前悬10倍，这是因为高压带和暖空气拢未振动，造成长时间翕过热、温度升高的热强现象。We get homegrown heating adding to that, so we've already got high temperatures because of the time of year. But the longer the high pressure stays in place, the temperatures keep rising day by day because the heat dome's almost acting like the lid in a pot and it's trapping that hot air underneath it. 科学家警告，自伊比利半岛到巴尔干半岛加希腊，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地中海地区这种热甲挡袂牢的天气，以后恐惊时间会更加长、更加剧烈，极端天气会更加接发生。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27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加27度，上悬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